欠缺，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予我行伫安静的水边。好，咱三甲来为着咱所领受的一切来感谢嘛来认罪。1、2、3，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所唱述的，互阮遮尔美好。有今仔日的日嘛有这阮所呼吸的这个气。主啊，这是你的恩典。主，阮搁较感谢你。主啊，你互阮有望行你互阮知阮是人，是按照你的旨意，是你的美好所创造的。主，阮感谢你。主啊，阮知你是主爱的主。主啊，你搁互阮搁一遍的机会。主，阮感谢你。主，阮感谢你，你是主爱，你是信实，你是大权能的主。你所享受望行面，特别是伫这个疫情中间，你享受互阮一口气。你搁互阮会当自由来甲教会来敬拜你，主啊，阮感谢你。人真正是犯罪，尤其是阮家己，阮真清楚阮家己所做的。主，阮感谢你，你有赦罪之恩。阮若认阮的罪，你要赦免阮的罪，除去阮一切的不义。主，恳求你，互阮搁一遍的机会，阮重新开始。主，阮感谢你。互阮得到自由，是因为你的真理；互阮赢过一切黑暗的权势，是因为主你的恩典。我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咱要为着咱的国家、城市，甚至是全世界，真侪的所在，拢伫咧痛苦的中间。昨暗9点外，当咱看、听见陈时中部长要开记者会，咱的心头一定是切一个。唔知要阁发生啥物大代志。无需看到这个新闻，我就知拜一，我要去看阮妈妈的高铁，爱去退票啊！兄弟姊妹，咱需要为着咱的城市，为着咱的国家，为着这个世界，真侪人受苦中间，咱来祈祷，咱先来领受上帝来应允，请。伊予我的灵魂真因，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伊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嘛唔惊遭祸害，因为你甲我伫地，你的腿、你的款，拢安慰我。咱三甲来为着咱国家、城市、甲这个世界来祈祷，请咱开嘴，1、2、3，请！哈利路亚！主，阮恳求你，主啊，恳求你来救阮！主啊，阮知伫即座全世界中间，有真侪人实在是无法度呼吸。主啊，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主因伫个痛苦中间，主啊咧哀叫主，主啊你听见，主你要保护保守，你要搁一遍来医治，因为主人实在是需要主，主阮若无你，主啊阮唔知要安怎，主阮感谢你，你要应允阮脱离迄个死荫的山谷，主啊你要互阮这个伫这个中间，主阮会当有助你真侪阮的大困难，主阮感谢你，主啊。阮知台湾这个土地是你保守，主啊是美丽的宝岛，主啊恳求你来带领。哈利路亚，享受互阮这样水的所在，美丽的宝岛，不是阮环境美丽尔，是这个所在是主你应允，主啊你要享受。主，你要互这个所在充满了主你的疼，充满了主你的恩典，主你的福音要传遍台湾每一个角落。主，阮恳求你怜悯扶持带领，我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要继续要来为着咱的这个需要，这是主先看重前第一的，所以咱斗阵来读上帝话，请。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甲我摆设宴席，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的杯满出来。兄弟姊妹，主真伫意你一几方面，你无想到的主嘛为你祈祷，所以咱若是有需要，咱会当等一个起立，咱的牧者咱的穿紫色背心的同工会去你的边仔为你来祈祷，咱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1、2、3，请有需要请起立。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主啊，阮需要你大权能。主啊，阮看到学生，伊伫个22号要来考试，
主啊，你手术有对你遐来智慧。咱的当工顶头有咱的青年，因礼拜四要来考试，主啊，恳求你来扶持，请咱的当工伫个楼顶的所在有需要，咱的当工请伫楼顶来为着咱的学生来祈祷，请咱的同迄个集会长老，请咱来楼顶，咱为着咱的青年来祈祷，因为礼拜四是因的真重要的时间，主要甲因伫地，互因无惊吓，互因所面对的，所即个考试所准备的，伫迄个时间，主啊，拢要有主的同在，互因无惊吓知，主已经为因来备办所有的一切。适合的学校，适合的同学，也是伫即个考试中间，互因的脑筋会当有转变。主啊，我恳求你，真来托命，主，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阮要奉主你的名来宣告。主啊，我们用阮的信心，将一切的忧愁、烦恼来交托给主。主啊，你应允阮，阮若记着，阮若照着阮的祈祷。恳求感谢，你来求的时阵，主啊，你要互阮对你遐来定心有亏啦。特别是礼拜四22号开始，有几天这学生青年因要面对考试，大学的考试。主，你赏赐互因智慧，主，你互因知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主，你保护、保守、看顾甲引带，我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要为着主力守望来祈祷特别是咱要领受上帝话请，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地。咱要来为着家己到咱以及咱的小组，也是咱全教会互咱灵命会当更新，嘛为着新德中会宣教事工来奉献来带领，嘛为着和会的首席是咱要对主来负责任，嘛要对人来报告有关旧年一年多伫咱中间以及未来一年咱要所计划的，以及咱要对执事要来辅选求主来掌管。特别今仔日是儿童牧区为着这囡仔甲家长来祈祷。今仔日咱儿童牧区这个礼拜的信息就是诗篇23篇，所以咱拄则嘛用诗篇23篇来祈祷。就是虽然这囡仔、这父母在楼顶礼拜，伊甲咱是无分的，咱是用诗篇23篇来祈祷，因嘛是今仔日用23篇来学习。来领受，今仔日咱嘛为着因即马嘛咧礼拜来祈祷。虽然无同款所在，无同款年纪，总是咱同款来敬拜主。万家的不管是伫即个冬令营，搁2礼拜落要举行，还是夏令营，也是咱所准备这上亲小组，咱拢需要用心，咱嘛需要有逐工。愿对这囡仔有负担的，请咱会当到底来祈祷，也是来服侍请咱起立，咱来为着咱今日礼拜，咱要来祈祷，请咱1、2、3，请哈利路亚！主，你是圣灵主，你的主，我们要感谢阿罗你，因为主，你的定义就是定义，人要来伫每一个所在来到主你的圣殿，我们用祈祷，我们来敬拜，来阿罗你，愿阮的性命会当对甲主的内面，阮搁较会当定心来有快乐，因为主你应阮讲，主啊，阮有了你，阮就有了一切。主你赏赐予阮诗篇23篇，就是今仔日，不管什么年纪，对上细汉的到年长的，主你拢用诗篇23篇只做阮的应允。主，阮感谢你。赏赐予阮有你遐来望，赏赐予阮有你的快乐。主，阮感谢你，愿今仔敬拜真侪芳的祭要献予你。阮要用主的祈祷文要来安尼祈祷讲：愿伫天你的地，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
因为国、元年、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亲。阿门。我要时时学乐耶和华，学乐伊的话要常常伫我的嘴。我的心神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恁甲我着学乐耶和华最大，三甲尊伊的名最悬。兄弟，咱即时要用咱的心，用咱的嘴，做伙来学乐咱的主上帝。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学乐耶和华，用真心坚强的心学乐伊。你对一切拢得见证伊的智慧大权力，咱打着学乐敬拜来回应。我的心啊，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学乐耶和华。用真心坚强的心学乐伊，你的一切拢得见证伊的智慧大权力，咱打着学乐敬拜来回应。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我将肉体为爱来降生，我创造万物都你的真心，对头来，我的心啊，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学乐耶和华，用真心坚强的心学乐伊。你的一切拢得见证伊的智慧大权力，咱打着学乐敬拜来回应。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我将肉体为爱来降生，我灵乐你，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心。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学，心啊，你着欢喜出声，学乐耶和华。用真心坚强的心学乐伊，你的一切拢得见证伊的智慧大权力，咱打着学乐敬拜来回应，用咱的心来学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我将肉体为爱来降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我将肉体为爱来降生，我灵乐你，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都你的真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肉体为爱来降生，我灵乐你，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心，你是创造万物，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心，你是创造万物，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心。哈利路亚。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予咱的主上帝。请坐，请坐。当咱拄着苦难，咱的身躯、心灵跌到绝望的时，主耶稣对咱讲：“我的恩典够也你用。”因为主的气力是伫软弱的中间，咱会当得到完全。咱将咱的烦恼、忧愁，拢交予咱的主上帝。凡事免烦恼，凡事免惊吓，既然有上帝，无欠亏一件。凡事免烦恼，凡事免惊
的歌词非常的短，咱只是要用兄弟甲姊妹三甲来轮流来回应上帝的听。当我讲到兄弟的时，咱就唱第一段，凡事免烦恼，凡事免惊吓。姊妹就来唱第二段，用安尼轮流来唱。当我讲到圣乐队的时，嘛是唱第一段，会众就来唱第二段，咱做伙来唱。兄弟来，凡事免烦恼，凡事免惊吓。姊妹，兄弟来，凡事免烦恼，凡事免惊吓。姊妹来，万事免烦恼，万事免惊吓。今仔有上帝，无欠缺一件。姊妹，万事免烦恼，万事免惊吓。有上帝就高呀！圣歌队来，会众来。有上帝，无欠缺一件。有上帝就高呀！做伙来，万事免烦恼，万事免惊吓。今仔有上帝，无欠缺一件。万事免烦恼，万事免惊吓。有上帝就高呀！感谢主，咱的一生有上帝就高呀！阿妹嘛。阿妹。因为主耶稣，伊是咱的帮站甲倚靠，伊也要真做全地的主，掌管你我的一生，陪伴咱到永远。咱爱将主耶稣放伫咱的心内，尊主最大，因为耶稣是全地的主。悲伤，耶稣伊拢知，咱的一生，耶稣伊帮助，咱的国家，耶稣伊掌管，咱要拽手伊来看，耶稣是全地。耶稣是咱台湾的主，耶稣是台湾的主，耶稣是你我的主，
心酸意我可以，伊的主啊，回归咱到永远。咱的悲伤，耶稣伊拢知。咱的人生，耶稣伊掌知。咱的苦难，耶稣伊掌管。咱摇拽的手，伊来牵，举起咱的双手，耶稣是全能的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将咱悲伤因为高头伊会收拾咱平安。耶稣是咱台湾的主，耶稣是台湾的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咱要全心全意我可以，伊的主啊，回归咱到永远。耶稣是全能的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将咱悲伤因为高头伊会收拾咱平安。耶稣是咱台湾的主，耶稣是台湾的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咱要全心全意我可以，伊的主啊，回归咱到永远。伊的主爱，伊的主爱，回归咱到永远。创造宇宙万物，想是阮活命的主，阮的上帝。你爱阮知影你所束缚的一切。当阮家己用家己的方式在敲找，渐渐离开你的时，你才着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来显明上帝你的疼。主耶稣嘛，真做阮的牧者。应允，互阮无欠缺，无惊吓，无遭受到这个苦痛。总是阮知影，伫世上有劳苦有重担。主你有缘应允你的同在，主你有缘伸出你慈爱双手来引带阮，检采是伫迄个困境，伫迄个艰难的中间，你有缘甲阮相合伫地。你医治的权能，赏赐予阮靠着信心来经历你大的权能。你用慈悲的听伫遮来引带阮，继续行伫主你恩典的道路。你要拍开阮属灵的目睭来看见伫真理内底的福分，因为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真理要叫阮得到自由，帮助阮伫礼拜的中间。大大开喙，你就大大充满。阮拍开阮的心门，你的真理进入阮的内底，阮就会通成做阮生活的准绳，无偏左，无偏右。愿主你的恩典继续施落伫阮中间，伫礼拜中间甲你相拄，也用信心来领受你的话，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念圣诗152首，救主疼痛的声，请起立来念全首。
就君你，用你所留的无悔，使我最后清气，有做听他声音，我着记条的心。同心来祈祷，上帝啊，求你听阮呼求的声，按耳孔听阮的祈祷。对去年开始的疫情，你保守台湾，也互台湾的策略发挥着上大的效果，互全世界看见台湾的存在，阮献上感谢。到今仔日，阮有缘要向上帝你来恳求。继续保守阮台湾，无互即个变种的即个武汉肺炎的病毒来侵入到台湾。政府好好固守，百姓人人来遵守到遮个规定，互阮会当继续自由行大的生活。因为你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石盘，你捌救阮脱离种种的困境。阮要永远住伫你的殿院内，投靠伫你的膝骨下。阮要学到你的名，直到永远。阮若是伫无义的中间得罪到上帝你，所犯的罪过，求主你赦免阮，常常提醒阮，互阮有悔改的心、悔改的机会。照着读经、祈祷来甲主相拄。阮的灵命，因为安尼要得到成长，性命得到改变，甲主建立亲密和谐的关系。只是阮也为着中会的宣教事工所需要的经费，求主你带领。这个宣教的同工，因有智慧、有策略，因所筹备所需要的金钱，主你大大来供应，无滴到欠缺。互阮会当大大来宣扬主你的名。为着1月31日，阮和会所准备的这个手册的印刷，阮和会进行，甲要补选阮需要的同工，拢有主你的掌权，会当顺利来完成。只是阮也要为着阮的儿童牧区来祈祷，想说互阮的同工有智慧，因所设计的多元的敬拜。会当吸引到儿童来爱亲近上帝你，透过阿甲伯的冬令营，也是夏令营，也是小组爱幸福等等有关的活动，
互父母甲儿童拢会当得到造就，诚做主你所欢喜的人。重要的是叫主你兴起搁较侪听主的人，互着因来回应主你的听，参与到服侍伫遮个事工顶面，带领囡仔甲因，互因的性命会当甲主相拄，性命会当得到更新。今仔日愿记拿到主面前来敬拜兄弟姊妹，因的需要求主你来赏赐因，无论是你听心、信心、医治甲供应，照主你的权能来分予阮大家。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有主你名，仰望祈祷。请坐，请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的后面启用第53篇，就是为米迦书第6章来的。咱用轮读的方式，我带着什么就近上主来敬拜至尊的上帝。上主减的欢喜，千千只公的羊，也是万万条溪的油。人啊，又只是你什么是好？这声着实行公义，心存慈爱，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歌是着唱大声上帝唱歌。着唱大声上帝唱歌。主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罗马人书第14章17节到19节。罗马人书14章17节到19节，白话字本伫183页，其他的版本咱看原幕。罗马人书第14章17节，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临遮，是义甲平安，甲伫圣神的欢喜，用安尼来服侍基督的，互上帝所欢喜，互人所恶乐。所以，既若缔到和平，大家相建立的事，咱就全无。以上，咱要请本堂老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爱看见，爱看见。兄弟姊妹，平安。平安。今仔日我毋知咱看见啥物，咱看见啥物会影响咱的心情。昨9点外，你看见咱的陈时中部长开即个记者会，咱的心情马上切一下，毋知要发生啥物代志。因为咱会开始想，哇，敢会旧年3月要过来啊？咱就开始有决定，咱要做啥物行动。拄则牧师就去甲迄门开去，总是真吵。兄弟姊妹，咱就会行动，因为咱可能爱个为主来做更较好的防疫。敢好咱后壁的门其实会使来甲拍开，袂吵，阁有通风，安尼是阁较好。咱三甲来祈祷。阿爸，阮感谢你，你用你的话，阮来开听，互阮看见主你要爱阮看见的。即个世代侪的变化，阮实在是无法度来拄当来承受。总是主，你互阮有你的话语，正做阮的瓦靠。阮靠主就无问题了。主恳求你圣神启示阮，互阮听了明白，搁照安尼去行。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免。伫12月开始有疫苗，就是咱这个武汉肺炎的疫苗开始来种。咱台湾其实还未开始做，总是有一个国家，以色列国家。因真厉害吼！因开始做了后，因讲100天以内吼，就要全面100%拢会当注满注好安尼。咱台湾还未开始做，总是已经做好啊！哇，因比咱较有价值，比咱较厉害吗？比咱安那你看见即个消息，你会安怎？当然，即个全世界国际上嘛，为着即项代志，大家都开始讲，因真超过呢。走后门，因为有钱嘛买袂着呢，总是因用偌济钱3倍计数，而且用走后门买着遮疫苗，互因的百姓会当来接。伫即个事件中间，咱看见啥物？咱是看见人的价值，还是人的计数？咱是啥物计数？这敢若是咧骂人的话，总是敢若是安尼哦。有钱，人就安那，就敢若会当得到救吗？所以咱今仔要来看人的价值是啥物？咱甲人中间有偌尔啊的无共款。咱是互看重，也是互看轻的。你有偌重？咱安怎看这项代志？其实就是代表咱安怎来想。请问你看即个图，穿西装即个，你想着啥？600几箍，一斤600几箍吗？毋是一斤啦吼，啊那一股啦吼，一股就知影讲有咧关心股市啦吼，无有人讲一股是啥？咱看见倒一个较有价值，即个也是一个。咱是看见人的价值，还是看见人的计数？你是啥物计数啊？咱的主伫圣经中间真清楚来甲咱讲，
伊看咱真看重咱。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讲伊是安那来看咱。请世间人是啥物？你算小伊；人的囝是啥物？你眷顾伊。你互伊比天使梨仔较输，搁赏赐伊阳光尊贵做燃料。阿门。不管是叨一个，穿西装的，也是咱的恩友，上帝拢看伊最好，而且搁互伊阳光。啥物叫做阳光？简单来讲，就是美好。只要美好的代志，主拢互咱做燃料，尊贵。所以每一个人拢上帝看重，毋是啥物计较。主看重咱，总是你马上会想到一个例。伫创世纪中间有一个人，伊叫做约瑟，伊互看重吗？还是互看轻？伊互伊的老爸看重，总是伊互伊的遮的哥哥、兄哥安那看轻，是因为嫉妒。所以安那害要甲伊害死，佫感觉无彩啦，吼，无来甲伊卖一个好啊，吼，用偌济钱甲买去20箍，20，迄阵啊差不多因的单位就是舍克勒就是箍吼，20箍，甲伊买去。所以请问约瑟是啥物计较？20，俗，真的是俗。啊，无价的才是贵，对无？免钱的才是贵啊！所以有一个哲学家，伊就安尼讲：人的这个价值吼，是会当人是会当利用的啦。所以吼，咱吼人也无叫做价值，是叫做计较。英文叫做毋是 value， 是安那 price。我敢若会晓即2字，而且练几啊遍安尼吼。即个人的尊严是用钱来换的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有人举手无讲反对，讲我说你是咧讲啥？有无？有人反对的无？拢认同吗？哎呀，因为咱心内有数啊，咱比青年真正吼，较想过较济啦吼。咱22号，咱有咱的青年要考试，我请问这青年讲，你会选什么系？哪个出路比较好啦？毕业了后，拢免烦恼，马上头路咧等你的。请问，你是用偌济头路的钱的计算，还是计值？昨我问一个青年，伊伫 IBM 咧上班，我甲伊问伊讲，请问，你咧找头路的时阵，钱10万的甲2万几块的，你会选叨一个？谢谢很诚实的我们永哲弟兄，我们的理事长。是安那会选10万？因为咱人是有计较，有计值，也是有计较。所以兄弟姊妹，咱安那想，咱会安那决定。咱是按照上帝话语来想，重视一个人的计值，也是啥物计较咧？有一个哲学家，伊看不下去啦，即个叫做康德啦，伊讲毋是啦。一个人不管伊甚至搁较好咯。伊讲不管伊这个人有没有道德有没有道德伊也做坏事，关个尴尬的死刑犯只要他是一个人，只要伊是人，咱就爱来尊敬伊，这叫做人的尊严。我看足侪人咧点头，但是咱敢知？恁若知影陈进兴的人就知啦当伊伫个监狱内面，真侪基督徒，有偌济基督徒对教会离开，伊即个计较吗？即个叫嚣，伊若咧天堂，我就无爱甲伊斗阵，我无爱去。兄弟姊妹，康德讲毋是，一个人若知影安那思想，就是人。因为咱甲动物无共款，咱是有会晓思想，会晓分别对还是毋对。就是歹人，就是做恶道端的人，伊会晓想，伊要选择安那，只要伊有上帝形象所做的，伊就是人，伊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伫共款咱看罗马书的第2章头前就开始咧讲啊。安怎讲？咱三甲来念好无？请。是显明律法的功用，刻踮伫的心。因的良心三角做共正，因的念头有时三责备，有时三宽赦，就是主肯定良心伫咱的内面，因为咱是按照主所创造，一个人知影安怎分别对还是毋对，一个人上帝予伊有选择的自由，因为咱是按照上帝的尊贵，上帝应光所做的，不管是啥物人，伊只要是上帝创造的，咱就爱尊重伊，因为伊是一个人，伊有伊的价值。我们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不管他道德如何，他就是有价值，伊就是有价值的。所以，咱知影安尼了后，咱就爱来决定，咱要安来行动。伫今仔日的经文的头前，咱要简单来讲，就是伫罗马书伫头前，咱在第1章一直到第8章，咱会看见讲，因为你会相信，你就会当算做无做，或者因信称义。你就是做足侪歹代志，伫个上帝的殿、上帝的国度内面。你会当算做是无罪，毋是因为你无犯罪，是有上帝甲你担，你就是属于上帝的人。所以每一个人拢有伊的主人，什么是伊的主人？咱的主。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创造，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主人。所以咱讲拍狗爱安那。所以你气的迄个人，你上气的迄人，你无法度要挟伊迄个人，伊的主人是啥？你要怨恨伊，你要拍伊，你要辱骂伊，足多嘛地哦！你爱先问啥？所以兄弟姊妹，咱若知影每一个人拢有主，咱就无安那看轻，咱就无安那来论断。咱三甲来读今仔经文的头前，请食的无伫看轻，无食的，无食的无伫议论食的，因为上帝已经接纳伊。你是一别人的奴仆啊，也是跋倒，自然有伊的主人伫地。若是伊要徛地，因为主会互伊徛地。就是讲，即个经文来甲讲，咱因为信主耶稣，咱成做新的身份，咱成做主的即个囝儿。咱信主了后咧，罗马书了后就爱开始讲啦。因为咱相信，咱就要学甲主共款，咱合作因信成圣。咱一定爱成长。咱若无成长的时阵，咱就一直伫咧遐。主毋是要爱互咱安尼，伊是要爱互咱安那，搁成长，搁成长，搁成长。兄弟姊妹，无事，请问咱一项代志，请问一个人若酒驾，伊爱互罚钱，你讲啊，来，我替你出。请问即个酒驾，你家出钱了，伊就安那自由了，伊就会使搁开车，会使搁骑阿多摆。请问伊会搁还袂？哦，你哪这较信哦？厉害，这个懂人性。所以兄弟姊妹，当咱互了一个人信主，咱家己信主了后，因信称义，算作无罪的时候，毋是安尼尔，因为你还会再犯。那么，如果你一再的换，一再的换，一再的换，公主啊，你疗效啊，疗效啊，疗效，那么这个疗效是廉价的吗？所以罗马书就开始讲，咱就爱来成长，因为相信，咱就会当成长，会当真做事。所以今仔日罗马书来到14章遮，就咧讲食啦。哇，那是安那咧讲食？因为听对开始，倒位开始，啉食开始。其实对因来讲，啉食是真重要，因为因袂使食足济的物件。犹太人袂当食足济的物件，所以要啊，毋是犹太人的，所以咱所谓的即个所谓的外邦人，这个名词是不好啦，吼，就是毋是犹太人的。哦，因感觉食这真自由啊！我已经信主，我自由啊！我要食啥拢会使啊！总是安那。
保罗就问着遮个安那，大家信主了后，就安那就开始冤家。哇，哪会使食迄？哪会使食猪血粿？哪会使食？有诶人是基督徒是无食即个会做诶物件，所以遮讲安那，咱卖议论遮个。伫主诶厅内面，伊有伊诶主人啊，拄则有讲啊，每一个人拢有啥？咱诶主诶主人啊，吼。主咱嘛伫咧主诶内面，逐个人要对逐个人诶，即个来负责任啊。所以咱无得去议论，因为伊有伊诶主人。咱每一个人拢爱咱诶主人来负责任。当咱逐个拢信主，也是有诶，未信主诶一家人诶时阵，伫咱教会就是会发生真济安尼哦。咱诶德福关怀据点其实真济。已经因为安尼即甲松大，咱已经有做第4年，甲5月4年，咱已经有30几位信主啊，兄弟姊妹，已经信主啊，是毋是马上就到达到一个极点？毋是啊，所以咱就会安那看袂顺眼啊，因为做诶工课也是看法都无共款。当咱无共款诶时阵，今仔经文就来教导咱。咱就爱和睦，咱爱看见主爱互咱的看见。搁一遍，伫个咱的即个经文的咱今仔对17节读起，伊的头前几节是安那会讲？因为就是头前遮的，咱三甲来读，好无？请，但你写书，你的兄弟，也你写书看轻你的兄弟。因为咱众人拢要定伫上帝工作前，咱逐人要摆列家己的事伫上帝的面前。是啊，上帝伊自有会来算账。咱无共款的看见，心内事无共，咱所讲的就无共。咱捌去用按摩无？去用按摩讲，人总是会问讲，即个看袂到的，咱会问包讲，你倒位较暗啊？头前迄个甲印啥？你哪里要加强啦？伊甲印啥？沟通要加强了哈。那个主管就知道，这个流汗了，没有，我是讲你哪里要较暗呐？你倒位有较暗嘛？手头较暗啦，有毋对无？有没有错？心里想的看法不一样，亲爱的，这后壁这个看袂到，搁较流汗。不是啊，我是讲问你，你倒位较酸无？心酸啊！兄弟姊妹，有错吗？咱教会中间其实咱常常呢鸡同鸭讲，不是鸡同鸭讲。上鸡同鸭讲的是咱的耶稣，人常常来问伊，咱注意甲看哦，伊回答的是啥物？是咱的主回答，伊要讲的，伊知影根本的原因，病的症头伫倒啦。兄弟姊妹，当咱伫即个教会来斗阵的时阵，特别是伫咱的家庭嘛共款，有诶信主啊，有诶还未信，有诶拄仔信的。信心无共款，就会发生这种代志。你会气甲要害气，这么机车，我该讲这伊甲讲迄，看见不一样，回应不一样的时候，请足多马地，先莫生气，先想讲伊有伊的啥物主人嘛。即个你气，即个人的主是啥？第二个想，大家拢爱咧伫上帝的面前受审判。刚好，咱来表达就好，适当的表达就好尤其伫个老板面前，伫个桌顶甲囥一罐就好啊请问牧师在桌顶甲囥一罐，小慧歹势无啥物特别意思，是喙焦尔啦所以兄弟姊妹，当咱无共款，大家气甲要害去，轻松一下，一样都是水，但是每个人解读就不一样。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主，向自己的主来负责，不要叫别人来跌倒，这是很重要，这是最重要的。好，所以咱来读一个今仔日经文了后，安那讲，请无对因为这的缘故，
毁坏上帝的工，逐项物阁是清气。若是对食滴到跋倒的，就是害。无食肉，无啉酒，无做啥物好，才是好。兄弟姊妹，咱人生中间要真正讲啥物是正的，啥物是即个对中的，真少，因为咱的心中拢安那无共嘛。所以你若要让牧师讲敲正无？困难哦，兄弟姊妹，伫即中间，咱知上帝安怎看人是上重要。既然咱已经知影，咱安怎看去，咱安怎想，就会影响咱的情绪，咱就会影响咱的决定，会影响咱的行动。咱要安怎来行动？咱要看上帝安怎看待人。今日经文就讲，安怎是咱来行公义，就是咱的所行出来是下上帝的准则。上帝的中心，毋是啥物人的中心。你若是讲你的想法就是中心，安尼真歹势，你就是迄歹人。像无需要安尼讲，你若掠你家己做中心，安尼你就是正做迄压迫别人的人。今仔经文中心就是伫咧遮，逐个人拢无共款，伫遮上帝国无伫遮清。若是较情理，救阮无，甲救阮无关系的，大家各自表述没有问题，因为每一个人的刻度、高度不一样，角度不一样。咱三个来读即句，请：信是能食的，你着接纳伊，毋是要辩论伊所了伊的。食的无伫看轻无食的，无食的无伫论食的，因为上帝已经接纳伊。有人年段即日赢过迄日，有人年段日日拢相同。逐人心内着要认真是兄弟姊妹，咱就是爱来尊重，尊重一个人，彼此。咱因为咱有咱的主，咱的主创造咱是独一无二。既然是独一无二，就是每一人拢无共款，所以咱就接纳咱的无共款，咱彼此来相听，来接纳，无来论断。咱用上帝听来彼此伫咧主的内面来起造，互咱因为相信，互咱会当哪来哪亲像咱的主一样。因为主爱咱来追求伊，专心来追求伊。咱嘛爱专心来听见，因为主听见咱的追求，咱嘛按照主所教导的，咱尊重一个人。上起码的，就是人咧甲你讲话的时阵，你就听见，你就专心。这就是尊重，听对尊重来开始，来倾听专注一个人伫你的面前，甚至咱毋是干那互伊一个空间，因为有的人无爱足活，咱即马即个社交距离，即个空间更是要尊重吼。有的人爱足远的，甚至时间都要给人家自由。安怎讲？伫咱农历过年的时阵，咱在家会主要开始读雅歌，我非常喜欢即句话。咱来读好无？请。无伫拍醒伊，无伫了乱王所听的，听候伊家己真愿真水。咱的主听候咱，咱敢有听候咱所心内所意爱上听、上关心处理的人？伊的生命刻度不同，我们就要压低，我们就要跟他调整咱对他的态度。杨牧师几礼拜前有讲，在家会主，在家有爱，爱你幸福。彼得甲耶稣的对话，问伊三遍，你有听我无？彼得拢干那会当用啥物的听？菲勒哦，有条件的。但是主头前两遍讲，你能不能用无条件的爱来爱？阿加佩没办法，我只能菲勒哦。耶稣阁问讲，阿加佩吗？菲勒哦，无法度。耶稣家己加落来，
第三遍伊就问讲：彼得，那么你能够 filial 吗？兄弟姊妹，当咱的厝内的人，不管是你家己厝的，还是伫教会大家庭内面，无共款角度，甚至伊敢若会当用有条件爱你，求主怜悯，因为主愿意等。咱愿意互咱身躯边的人安尼自由尊重吗？不管是空间，也是时间，也是主所要互恁行的路，或者是无共，总是咱彼此就咧伫个尊重甲接纳中间，咱就会开花结果。我真爱这个美国政治家伊讲这个名言：爱从哪里开始？不用讲到太远，对尊重我们的不同，彼此敬重，接纳我们的不同开始。有一个囡仔8岁，外国囡仔，有一遍伊要去学迄跆拳道，头一遍要去学，伊就甲因妈妈问讲：妈妈，我有爸爸吗？因为8年来伊拢唔敢问。伊讲：你有爸爸，但是我已经离婚。你的哥哥是我的第1任丈夫，那我们离婚。你是我第2任的丈夫，阮生，但是阮离婚，所以拢无看见。即个囡仔甲因妈妈问讲：啊，我会使有爸爸袂？因妈妈讲：啊，我即摆都无想要结婚啊，已经失望啊。即个囡仔讲：啊，我会使帮你找袂？你帮我找，你家己看啊！你囡仔要甲妈妈找啊。即个囡仔就哪讲好，伊就哪去迄跆拳道的，哇！伊想讲跆拳道的教练会甲伊配合好好，这个因为伊8岁尔，结果跟他搭档的竟然180几公分，以8岁，这多不同啊！但是他们2个要对打，要练习哦，要成为 partner 哦，很大的不同。而且这个男人，迄衫脱起来要开始拍的时阵，拢总啥？6块肌。6块肌还算强壮，是什么？刺青，然后头发留这么长，然后绑起来。我这个囡仔敢若看到这样的这么大的不同，可以跟他搭档吗？教练说没问题，不同有什么关系？彼此敬重、接纳，就会开花结果。2年之后，2个人同时拿到什么？黑带。哇，一个这么高，一个这么小。开花结果哪里有不一样？一样啊，这么高跟这么小一样可以练啊。只要彼此敬重，有主的爱，这当中，他们拿到黑带那一天，也是他妈妈跟这个帅哥结婚的那一天。他真的为自己找到爸爸，就是这一位我们昨天去领袖刚婚会议的这个作者。兄弟姊妹，在不同中，我们要谦卑。不管你在什么位置，什么叫谦卑？不是什么都好，谦卑是知道我只有8岁，我什么都不能。你180，但我知道我的不能，我也知道我的能，我知道我的失败地方，我也知道你能或不能的地方。有主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看谁比较好，没有看谁比较重，没有看谁比较轻。重要的是，我们都有我们的主人，我们要对我们的主人来负责任。所以袂使讲甲我无共拢唔对，兄弟姊妹，安尼咱就要真做迄歹人。那2者，咱主导文今仔日有读，无等于互咱入地是。华语有更多的人，即嘛有圣经的学者讲安那，是互咱唔好真做迄歹人。当咱感觉甲我无共的，我无法度控制的，我感觉讲，袂使甲我无共拢唔对，安尼歹势，咱就是歹人了。兄弟姊妹，咱无互人来绊倒，咱即句话真重要，咱爱搁来读一遍，请。咱无伫高三议论，恁宁可着定业意思，无伫互人绊倒，是读家的面。会伫兄弟的面前，所以今日经文最后，咱就是爱和好，咱来和睦，因为上帝国无伫遮。咱会讲啊，上帝国伫对，我明明伫咧台湾国啊，兄弟姊妹，毋是，
咱伫上帝的国，咱伫上帝的国安怎无共？因为咱有两个身份，咱是上帝国，嘛是台湾国。咱的愿望伫对，在伫天。所以，当咱无甲人无共款，咱毋是要做烂好人，什么都好好好啊，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不是。是当我不一样，咱无共款的时阵，咱会当安怎来表达？咱的态度是真重要的。咱有想到，伊有伊的主，咱拢要伫主内面，咱毋好诚做迄歹人，诚做压制别人。因为咱每一个人伫经文上尾讲，咱要建立德行，就是咱要爱造就人。愿咱伫咱的生命中间，伫即个大家庭中间，伫你家己的家庭中间，咱毋是看重迄假情利益，咱看重的是主你的心意，是你疼每一个人。疼毋是讲凊彩疼，总是咱爱勇敢，咱嘛爱坚持，用主的疼来疼人，咱用基督的心做心。安尼咱敢有自由？有。马丁路德讲，真正的自由就是基督徒最自由，是最自由的人，不在任何人之下，因为咱伫主下骹掠。但是基督徒也是众人的仆人，顺服所有的人。兄弟姊妹，咱是自由的人，咱会当自由，要用基督的心做心。所以有人用这个叫做仆人领导学。咱要顺服所有人，顺服主的旨意，顺服主要爱咱好无，咱会感觉不习惯。明明食饭都安尼食，安尼袂习惯啦。哪会食的人安尼足歹，无家教，还是讲哦这嘛出来啊？这哪会安尼？兄弟姊妹不习惯，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先接纳彼此的不同。请问习惯是不是从不习惯开始？对不？阿门嘛。所以不习惯没关系，我们就慢慢导啊。我们要建立好的习惯，顺服从不舒服开始，没有问题，慢慢的，因为主也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子民。你看见什么？我的手，这是我的手。你看见什么？什么都没看见，因为你没有这支笔啊。这支笔叫做天国笔，因为一照了以后就变什么？就有个印记。我们每一个人，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的子民，咱有一个身份，咱拢是上帝国的子民。伫上帝国内面，别人看袂到，但你心内知，因为你有你的主人。咱要为主来负责任，咱无成做别人的头家。这是主对咱的应允。愿咱拢成做一个会当负责任、选择。咱这少年人讲，我敢若迄甘露咧，拍去啊呐，拢一直录。那拍拼3年5年没有方向。当我伫青年刚读完青年讲，我叔跟你敢若咧对我讲，我心内想讲，对啊，我就是要对你讲。对，凡事没有方向感的。咱敢若咧迄个乐园，儿童乐园坐迄什么？迄个木马迄 Merry Go Round 迄有啊？迄旋转木马，咱看世界的图，转一圈世界图安尼，看完啊，好，时间到了啊，还是在原点。兄弟姊妹，主无要互咱无方向感，总是咱爱练习，要选择负责，安尼咱的性命是会当期待。咱要看见啥物？你看袂见，我手才有印。总是咱先相信，你看袂见你头前的路，总是你爱先相信主。什么方向，你就大胆、尽心尽力去考试。拜4拜5，拢尽心尽力去考试。只要你相信主，要为你准备上适合你的学校，上适合你的。你起码爱做的就是全力以赴，放心去拼。去写，把答案都写好，那么是赶快拿咱有咱的作业啊。我们就是相信神已经预备，唔好阁想讲，你考试的时候，我当边就是安尼，要考足歹，拢免想我当边就失败，拢免想，莫互过去来绑架。我们就是看重我是有价值的，我唔是计较，
总是我即马若是无工课，我即马还搁伫无啥物顺利，无要紧。咱毋是计数，毋是啥物计数，咱是价值。咱用主的眼光来定义咱家己，甚至主互人看见社会的需要，咱会当得到迄个平衡，看见上帝爱咱看见的，感受上帝爱咱感受的，因为主的想法刻伫咱内面，咱就来决定来行出去，来看见上帝所创造的咱，伫你上气的迄个人，伫你无顺心的即个人，即项代志。有主的美好，咱嘛愿意三甲来去做上帝的工程，三甲来去做上帝的教会。咁好，咱等下要来唱一首歌。这首歌呢，我要讲一个就是，咱知伫无共款的信仰要做礼拜，实在是无可能。总是天主教甲基督教有法度做礼拜，是一种礼拜尔。迄种礼拜叫做啥物？太泽。这首歌就是太泽咧唱的。太座的诗歌吼，所以伊真简单。这首歌我嘛真爱，原因就是伊真简单，你随时拢会当唱，所以咱会当家记在伊的心内。啊，我真想要邀请，等一下咱圣歌队这边吼，因为你的涂骹有这，看恁要安怎各自表述拢无要紧，因为咱今仔才在讲，咱看见上帝互咱的无共款。总是恁若到尾啊拢共款，迄嘛袂歹哦。吼，咱就来唱一首领受上帝互咱的首的应允，免烦恼，心平安。我知影有人要拄着真大的挑战，会惊吓，免烦恼，心平安。请咱起立。万事免烦恼，万事免惊惊，今仔有上帝，无欠亏一件。万事免烦恼，万事免惊惊，有上帝就羔羊。万事免烦恼，万事免惊惊，今仔有上帝，无万事免烦恼，万事免惊惊，有上帝就羔羊。万事免烦恼，万事免惊惊，今仔有上帝，无欠亏一件。万事免烦恼，万事免惊惊，有上帝就羔羊。万事免烦恼，万事免惊惊，今仔有上帝，无欠亏一件。万事免烦恼，万事免惊惊，有上帝就羔羊。兄弟姊妹，你会想讲这首歌伫个遮才会使唱？啊，毋是哦，你回去的时阵。当你头一节考试煞，我哪会敢若无愿望的时阵，你嘛会使唱，无伴奏嘛会当唱，袂记哩嘛会当唱，好无？咱家目睭闭起来，咱搁来唱一遍这首歌，袂记哩嘛无要紧。这首歌要刻掉伫你的心，因为这是上帝应允。圣经内面上济的话就是免烦恼，免惊吓。咱要开始，甲你要烦恼的代志哦，目睭闭起来，甲你烦恼的代志交代伫主的手中，甲你的双手放伫你的心，甲你烦恼的交互主。然后咱就来唱一首歌，凡事免烦恼，来请。凡事免烦恼，万事免惊吓，今仔有上帝，无欠亏一件。万事免烦恼，万事免惊吓，有上帝就羔羊。个一遍，万事免烦恼，万事免惊吓，今仔有上帝，无欠
烦恼，凡事免惊吓，有上帝就好。搁一遍，凡事免烦恼，凡事免惊吓，既然有上帝，莫怕会一惊，凡事免烦恼，凡事免惊吓，有上帝就好呀。咱三甲来祈祷。阿爸，阮天父阿爸，阮感谢你，互阮知，阮免烦恼，阮免惊吓。这个世代，这个恶者就是要互阮惊吓，就是要互阮烦恼。总是主啊，你是阮的保护者。伫今仔日的经文一开始，主你就来确认阮的身份，就是主，你是阮的牧者，阮无欠缺一件。你带阮伫青翠的草坡，互阮会当有安全徛起，互阮会当有好的困眠，因为阮无惊吓，阮无看路。你用你的腿、你的拐来扶持、来带领、来安慰阮。伫新的山谷，主你毋捌离开阮。虽然阮可能有当时袂记得你，总是主你一直拢伫咧，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伫阮敌人的面前，你为阮来摆设的宴席。主啊，真侪时阵是你保护阮，阮毋知。甚至主，阮家己拢诚做迄歹人。主，你用你的名引带阮行义的路，互阮的灵魂会当醒悟起来。原来主，阮得罪你最多，阮得罪人真最多，总是阮毋知影。阮也是叫是家己偌厉害、偌敖，也是叫是阮家己是偌尔啊好。感谢主，你赦免阮，当阮知。每一个阮所无爱的，伊的主人，伊的创造主是主你。主，阮拢要到你的审判台前，阮来为阮所做的来负责任。主啊，赦免阮真侪时阵，互别人踢界，互别人绊倒，阮家己毋知影。主，阮感谢你，赦免阮的罪，你互阮人生搁一遍机会，特别是。这少年人，阮所关心处理的人，这少年的，因有真侪挑战，因毋知影因的方向伫倒位。主，阮要恳求你，互因知影因的价值伫倒位。因乃先知影，主你看重因。主，阮感谢你，互阮有基督的权柄。阮看见主你要阮看见，阮就照安尼去行。真侪下主心意的人，嘛真侪会当祝福别人的人，互阮伫主你的家庭中间彼此做，互阮真侪主你有路用的器皿。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你用祈祷来表达着你的感恩。归
主比怜悯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主，愿你国度的公义、平安甲喜乐，充满伫阮众兄弟姊妹的心中行。愿一切的荣耀拢归乎主。主，这时我们感谢你恩典的赏赐，甘心乐意将阮所献摆伫主你的面前，要成做圣工的路用。恳求主欢喜来感纳。这时愿用敬虔感恩的心，伫主你的面前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时要请余牧师来报告。报告大圣，咱先来欢迎头一遍伫咱中间来做礼拜这吼遮菊兰姊妹，毋知伫倒位，请你徛起来，我甲伊欢迎，甲伊欢迎哦。我上嚟，来，阁有其他头一遍来兄弟啊无？好，若无咱来看周报的消息。今仔是咱新的中会宣告主日，咱为着即个宣告主日来关心大德甲奉献，为了配合咱的政府的政策啦吼，入来教会咱爱挂口罩吼。咧讲话吼是爱挂口罩做歹讲吼，不过就是因为即个防疫的问题。阁有就是，请咱入来一定爱刷卡，爱实名制。因为讲牧师我都袂习惯吼，有一寡规定，伫即个非常的时间，拜托咱配合喙暗点名，有一寡状况的时阵，咱才会当知影安怎伫遐来追踪安尼吼。所以拜托咱一定爱来。配合免提高受罚。咱伫1月31，咱要敢若一场的礼拜，甲你的边仔讲9点半开始吼。因为咱要召开登记的会员好会所以咱阁用一场。伫遮好会也要补选一名的执事。即补选的候选人的资格拢伫1楼的公报栏。然后依据的请咱伫1月24号进前5小的书记办中议长老来提出。请咱若无法度出席的陪产会员，请咱会通伫1月29进前用书面小组长，也是小会书记来提出请假。咱1月22就是过来拜五。有举办这 AED， 就是万一有人昏去要安怎？即马搁迄个口对口人讲呼吸搁无卫生所以即马咱4楼有装一个叫做自动体外心脏电极去颤器你问乌白甲打，乌白甲电的这需要训练所以伫即个22号9点到9点半咱全一个同工以外，如果你若有兴趣想要有这训练，请你伫即个时间只有半点钟，无困难啦所以若知影讲要搭对位安怎字所以伫即个训练邀请咱会通做伙来参加。咱也恭喜第6组的文兄弟甲陈如冠。姊妹夫妇这个第6组的林美英姊妹的囝儿甲新妇1月11号平安来生一个查甫仔感谢主，愿上帝祝福甲伊斗欢喜。其他的请咱家己看需要对今仔开始有这个互助社这要领纪念品甲鼓励的请咱家己前往这个互助社遐来领。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因为上帝的国好在恁遮，是义甲平安，甲伫圣神的欢喜。罗马书14章17节，搁一遍。因为上帝的国
啉食，是去甲平安，甲在地喜。罗马书14章17节。咱做伙来吟圣诗388首，荣光归圣父上帝。临时煞请游牧师来作导，请起立来。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圣家圣心所为的，在地的。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的祝福，请求阮的主，阮感谢你。你的心意就是无愿意一人沉沦，爱人人拢得救。主，愿你的拯救的恩，要临到每一个人，以及阮所关心的厝的人甲朋友。主，因为你的听是永远无改变，带来完全的医治，甲互人甲上帝来和好，甲人来和好，以及甲阮家己来和好，互阮看见主，你要爱阮看见。军队主，你来行，因为主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你性情甲阮伫地，互阮对遮出去，转到阮的厝，转到阮工作的所在，到社会每一个角落，互阮有主你的平安甲喜乐，诚做这世代福音的出口。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咱的礼拜到这完上帝平安，甲咱三个同在，咱彼此来祝福，彼此来请安。